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博耀口腔沙國店毛醫生，好耐冇見啦。今期咧，我哋講一講呢一排大家好關心一個問題，就係咧，我去咗上一間牙科去種咗牙齒，幾個月之後或者半年之後，我到修復時間啦，我去做修復二期修復嘅時咧，發現咗嗰間牙科已經冇咗，或者嗰啲醫生換咗啊，後面嘅醫生唔知點樣跟手尾。呢個問題咧，呢排有幾個人問我，所以呢期咧我就拍一拍呢個專輯，同大家講解下。我哋上個星期都接咗個香港嘅李女士，佢喺疫情嗰時過唔到關啊嘛，就喺香港種咗粒牙齒。種咗粒牙齒之後咧，嗰時疫情又話唔可以掂，又唔可以整，之後又拖咗半年時間，翻咗去嗰間牙科，發現嗰間牙科已經冇咗啦，收咗工啦。我哋佢一路拖咗之後，23年佢過時過嚟，去咗羅湖間牙科問咧，嗰個醫生咧叫佢跟翻之前個醫生執手尾，正常嘅，因為呢啲對我哋私人牙科嚟講咧，第一咧執手尾出現咗好多問題嘅。第一唔知你個醫生個種植個方向好唔好，同埋個骨頭穩唔穩定，知唔知生到你嘅後期牙齒嘅穩定性，所以咧佢23年去到羅湖間牙科問咗之後咧，個醫生會叫佢跟翻個醫生，嗰個醫生咧又冇做啦，咁點算咧？就喺上個星期咧，因為嗰先生咧係18年嗰時咧就喺我呢度睇開噶啦，所以佢醫生個先生帶佢過嚟我呢度，叫我幫佢即係裝翻呢個牙冠。當時咧我同佢照咗 X 光片，發現呢個牙齒種得幾好嘅，都幾靚，骨頭各方面都幾好，但係有個問題，我唔知佢種咗係乜嘢系統。因為我哋種植醫生咧，要幫你做牙冠，一定要清楚你當時種嘅呢粒種植體係邊個國家嘅，邊個系統嘅。因為呢個種植系統咧有好多，例如有美國㗎，有韓國㗎，有瑞士嘅，有法國嘅，有德國嘅，所以有好多每一個系統咧入邊嗰啲螺絲啊、嗰啲斯巴拿啊都唔通用，所以我叫佢你一定要問過你之前個醫生，你種係咩系統？邊個國家嘅咩型號？後面咧佢翻香港去揾到好多人啦，揾到個醫生個聯繫方式，然之後醫生就將佢個病歷發咗出嚟。我先知佢呢個係最早種嘅德國嘅 Angelus 我哋都有種，不過咧佢呢粒植體咧係比較多年前嘅。後面咧就我幫佢揾個工廠啦，同佢掃描之後咧，今個星期就可以將啲牙齒裝翻上去啦，我唔知幾高興。嗱，點解會出現即係譬如有啲客戶種咗植體之後，點解會有啲其他牙科就唔肯接受咧？呢個問題咧，頭先我哋講過有幾點嘅。第一點，唔知你之前幫你種牙個醫生咧，幫你種植牙嗰個方向啱唔啱，同埋你做咗牙冠之後骨頭個愈合性，同埋咧同你種牙之後，後期裝牙冠之後咧。嗰個穩定性好唔好？有幾種原因嘅。咁如果我一直種咗植體，但係我一直冇將牙冠一直拖嘅話，會唔會對個牙齒有咩隱患咧？會有嘅，因為我哋牙齒咧種咗螺絲之後咧，我哋叫種植體。種咗種植體之後咧，佢呢兩邊咧都有緊缺嘅，都有緊缺咧。如果係平時咧你冇及時裝翻上去咧，平時食嘢嗰時，呢兩邊牙齒係受力，佢一樣會傾斜。嗰粒螺絲咧一樣會跌落嚟，時間長咗之後咧，長期呢個攝嘢之後引起牙周病，會引起兩邊牙齒不同程度嘅牙肉萎縮啊，同埋可能兩邊牙齒都會鬆。咁有冇講話大概如果我拖咗幾耐冇加牙冠出現頭先講嘅種種？咁樣情況一般喺1年或者2年之後。係呢個李太咧，當時過嚟嘅時咧，我同佢照 X 光片嘅，發現咗。前面啲牙齒係傾斜咗㗎啦，所以佢種牙嗰時咧，呢個空間位置其實唔夠。當時我同佢做嗰時就呢個地方咧，我同我哋批到少少個牙喺前面個牙齒，然之後咧形成一個垂直空間，咁樣先將個牙齒裝翻上去。咁如果萬一 touch wood 我真係太耐冇種啦，或者我個植體真係跌咗落，咁會出現啲咩問題咧？如果植體會跌落嚟咧，後期我哋等個骨頭生埋口，我哋再同佢重新種過我哋自己嘅系統，因為你跟翻我啊嘛。首先你要選擇我呢度有嘅係植體，
呢個系統，所以佢呢啲系統咧好多年前喺深圳呢邊有嘅，但係而家慢慢就冇用呢啲系統噶啦。好啦，今期我哋就同大家講一講呢一排好多人關心，即係喺私信問過我嘅問題。如果大家仲有咩疑問啊、唔了解嘅情況咧，可以下面嘅評論區留言俾我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